你係咪都曾經夢想過彈奏幾首自己中意嘅鋼琴曲？但係一諗到要睇複雜嘅五線譜，花幾年時間學，就打退堂鼓。其實學琴可以好簡單。我最近發現咗一個專為成人而設嘅鋼琴俱樂部，佢哋有個神奇方法，即使零基礎，一堂試學課就能教識你跨越睇譜難關。呢度嘅導師有超過20年教成人經驗，佢獨創嘅圖像化五線譜，全球僅有，已經幫到無數新手變成識彈琴嘅人。而且佢特別明白成人點樣學得最啱自身情況，享受成就感嘅同時，又可以愉悅心情，提神健腦。我真心覺得呢個係香港難得一見嘅1分錢10分貨嘅好去處。與其羨慕人哋彈得開心，不如俾個機會自己試下。而家報名免費體驗堂，親身見證呢個隱世寶藏點樣幫你開啟音樂之門。